来关心澳洲雪梨一间大型的商场发生有人举刀随机杀人的事件，一概拢总是造成6个人死亡。因为这个嫌犯是一个40岁的查甫人，当场就去予警察开枪打死。目前调查认定，这并不是恐怖攻击。 发生最近杀人案的商场内底，一直有警报甲广播声通知民众离开。而嫌犯已经倒伫个涂骹，陆员警搭咧替嫌犯做 CPR 心肺复苏术。澳洲雪梨的西田庞迪购物中心，当地13下晡3点外左右，发生嫌犯摕刀拢入去商场，开始随机杀人，包括一名9个月大的红婴仔，至少12个人因此受伤，各其他的人当场死亡。 They just said, ru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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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meone's being stabbed. And so we were inside Dior, they closed the doors, and we saw the guy come up the escalators, green shirt, I think shorts, with a big black knife in his hand. 期间，有民众去商场内底会当救线的围拿条啊，想要阻挡嫌犯坐手下天上楼。当时拄好有一名女性员警接到通报，赶去现场，佮甲嫌犯一度发生对峙。伫嫌犯继续要准备攻击的时阵，开枪甲嫌犯打死。 澳洲警方初步调查，嫌犯是40岁的查甫人，犯案的时阵只有一个人单独犯案，暂时排除恐怖攻击的可能。不过查甫人犯案的动机，该进一步调查。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。